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Neil。最近有個消息，好多人可能睇完都未意識到有幾咁重要。中山市喺2025年嘅人口增長咧，全國排名係第7嘅，一年增加咗接近8萬人，係喺深圳、東莞、廣州、長沙、濟南、佛山之後，超過咗惠州同埋杭州。更加值得留意嘅係咧，人口增長前10入邊，竟然有6個係廣東嘅城市。呢個說明咩？說明人都仲係繼續流入大灣區，而且唔係只去深圳、廣州，開始越嚟越多人選擇成本更加低、生活更加舒服、發展空間更大嘅城市，例如中山。其實房地產最核心嘅因素，從來都唔係廣告，更加唔係概念，而係人口啊！因為有人先有住房嘅需求，有人就業先有租賃嘅需求。人口持續增長，先有長期樓市嘅支撐。當然，我唔係話人口增加，樓價就一定會升，呢個係兩回事。人口增長代表嘅係需求基礎越嚟越穩，至於樓價，仲要睇供應啦、庫存啦、經濟環境啦、利率啦等等好多個因素嘅。所以，如果你依家想喺中山置業，我反而建議大家唔好只係睇邊個樓盤賣得平，更加要睇3個問題。第一，附近有冇產業，因為產業決定咗就業，就業會決定人口會唔會長期留低，係咪？第二個，交通會唔會越嚟越方便，例如深中通道啦、南中城際啦、深南中城際啦等等，呢啲交通建設都會不斷拉近中山同埋深圳、廣州之間嘅距離。第三，生活配套夠唔夠成熟？學校、醫院、商業、公園呢啲決定一套房未來自住同埋保值嘅能力。記住一句話，買樓咧就唔係買今日嘅，而係買未來10年。一個城市最值錢嘅咧，從來都唔係話今日有幾多人，而係未來會有幾多人繼續搬入嚟。中山依家能夠入到全國人口增長前10，最少可以說明一件事。呢座城市仲有吸引力，仲有人願意嚟發展生活同埋安家。所以無論你係香港朋友考慮北上置業，定係內地朋友準備改善換房，都建議大家千祈唔好淨係睇樓價。應該點呢？先睇人口，再睇產業，再揀區域，然後先至係樓盤。因為決定一套樓長期價值嘅，一定唔係個銷售講得有幾精彩，而係呢個城市未來會唔會有更加多嘅吸引力去吸引更加多嘅人過嚟？你認為係咪？關注我，我哋下期再傾過。